我哋香港中醫醫院係一間中醫主導嘅醫院，換言之咧，中醫咧就係嗰個主診嘅醫生。咁中醫能夠醫好嘅病或者能夠治理到嘅病咧，就可以用純中醫嘅方法治理啦。咁如果佢稍為有啲西醫嘅元素咧，佢可以 consult 或者係諮詢我哋西醫嘅意見，咁我哋西醫就會參與㗎啦。譬如我哋西醫咧就專注於一啲好精準嘅治療啦，好急性嘅治療啦，而中醫咧就專注於嗰啲慢性病。咁我哋同一個病都可能有急性嘅階段或者慢性嘅階段嚇，喺唔同嘅階段用唔同嘅方法治療咧，我相信對病人咧係會特別有益處嘅。比起我哋純中醫或者純西醫咧，我相信嗰個效果更加好。我希望中醫院就真正成為一個平台咧，就可以令到中西醫協作咧，就真係可以發揚光大嘅。咁喺內地咧就早已經融合咗㗎啦。佢同一個醫生咧或者醫師咧係可以開中藥或者西藥。咁但係喺香港嘅特別嘅發展模式咧，因為歷史因素咧，我哋中醫同西醫係分開發展嘅。正好一個平台咧，不但止我哋可以合作啦，好創新嘅一個模型啦。我哋亦都有一啲中西合作嘅治療嘅病指定嘅病嘅，例如呢個中風後嘅治療啦、疼痛嘅治療啦，或者癌症嘅舒緩治療等等嚇。咁呢啲咧就會指定咧係中西治療咧。喺科學上證明咧係特別有效嘅。咁我哋喺醫院裏面咧有最先進嘅儀器，包括磁力共振啦、電腦掃描啦，或者普通 X 光都有。我哋都有實驗室啦。咁我亦都有其他嘅物理治療啊、職業治療啊等等都有嘅。咁我哋有好幾位西醫都係專科醫生嚟。我本身有內科嘅經驗啦，有呼吸科嘅專業嘅專科經驗啦，亦都有深切治療做過深切治療部經驗啦。亦都有做過質素及安全部嘅經驗嘅。咁中醫醫院咧就正好係一個嶄新嘅平台咧，等到我哋可以雙方面咧喺醫學啦、教學啦同埋科研方面咧合作到嘅。咁但係喺我哋有長遠嘅目標嗰度咧，我哋係會着重醫教研三方面嘅。我哋已經同各個大學同埋外國嘅大學咧都簽咗好多備忘錄啦，亦都同內地嘅大學咧簽署緊好多備忘錄㗎啦。咁將來咧應該會更加多嘅好消息同埋更加多嘅合作方向嘅。咁呢個新嘅架構其實呢個模式都係好創新嘅。我最希望就係可以分享到俾國際參考。如果全世界都可以參考到我哋模式運作得到，大家合作得好咧，咁對全世界病人咧都會有益處。